針對這批有問題，由台中市府今仔日是去稽查第二解，認為講這問題可能是出自巴西黃豆原料，可能是含水量較懸，或者是烘的過程受到污染。也針對風聲講這中煉油脂有煙蒂通報記錄，市府表示講會過來調查清楚。就我們所了解，中煉公司在接獲下游廠商的通報之後呢，他們有積極的做一些相關的檢定。然後檢定之後呢，確定他們的產品有異常，就通報給中央，然後再讓我們來做相關的後續的這些下架及稽查。那至於說他們有沒有這個段時間有沒有延遲通報的話，我們還要再做更進一步的釐清。市府強調，若是中煉確實有煙蒂通報，依法上當會罰300萬。今仔日主要是針對原料還有製作過程來稽查，嘛要求業者釐清可能的風險，提出改善的方法。